流民亦都要飲水。生活喺香港嘅筆者對台灣政治並冇特別興趣。然而早前來台旅遊嘅時候，透過互聯網查找資訊，對台灣政治有咗啲許了解。筆者一直認為台灣議會十分混亂，議員之間常互相指罵，甚至特嘢。然而，隨住查閱資料嘅增多，對台灣政治嘅認識逐漸加深，感受亦都有所不同。2024年3月26日，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喺立法院開會嘅時候不斷咳嗽，詢問立法院院長韓國瑜係咪可以飲水。韓國瑜禮貌咁回答可以。原本呢個只係立法院中嘅一件普通事，立委發言嘅時候飲水係基本禮貌。然而2016年王世堅同韓國瑜喺議會中嘅有趣互動，讓人不禁聯想。當時王世堅質問時任北農總經理嘅韓國瑜，並要求佢飲水。韓國瑜隨即效仿，亦都要求飲水。王世堅就話可以，流民亦都可以飲水。韓國瑜當然冇飲嗰杯水，因為佢認為咁樣就等於承認自己係流民。2024年，王世堅喺議事廳中不斷咳嗽，需要飲水，正好需要韓國瑜嘅許可。好彩韓國瑜十分大方，唔單止容許佢飲水，仲指派助理送上熱茶。事後王世堅喺接受記者訪問時候表示，人在江湖，早晚要還。佢坦言同韓國瑜喺議會合作8年，彼此了解加深，雙方喺監督同合作當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形成特別嘅情誼。此事中，王世堅同韓國瑜皆展現寬廣胸襟，韓國瑜不計前嫌，喺王世堅需要協助嘅時候熱切支持，而王世堅則勇於承認多年前嘅不當之處，以獨特方式表達歉意。